无人机喷农药，无人机喷农药。哦，有人买载25公斤的，还有更大的吗？载50公斤的吗？哦，机器大，那个马达要大，那个电压也要大，电池的电压数也要大哦，这个很贵呢。载25公斤的48伏特的电池哈，很贵呢哈。有人买新的一整套，不晓得有没有包括那个载那个无人机的小货车，收50万呢。要看它的小货车农用的还是旧的，中古的。它新的话更贵哈。实际状况我不是很清楚。哦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无人机？有看到无人机啊？